莫非娘子故意出门，身子不快，安在去了？我还是不要去惊动于他，为尊死亡，明日再来。我刚要为尊死亡，他都在里面叹起气来了，有道是有知心佛子，但听百人言。我就在这门外听他讲些什么。官人啊，官人！他当面若不曾叫我一声官人，今日被人嘛，倒叫起我官人来了。啊，多少有趣呀！良药死啊，良药死！喏，刚叫了我一声官人，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可知你把我全家三天我烦恼，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何是托起8月15我爹娘的下说王生记着我兄长下于你允许他团起早晨王委屈他人能生冤他也遇到
妇女在兵我跳长江，我是借此风声起了家，谁要许多一年真待鸟配，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田下。下总两朝海才不通，前程很多实苦伤。娘子啊，这小孩他人定要报，你为何3月来不吐真啊情话？见着到底是你理该带我生命堂，我弟弟当上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前程担千家。梁思龙啊，你真老成！谁知道在草更不知，道场我兄妹过激动，如今是可比关门杨忙虎，我恨不能死在你老基隆。一片丹心报酒痛，瞧不了你上司把权弄，却中了英雄，也不他下去名字是三中，看起来夫妻到老后不拢，恨杀我码头家乡打死工，老夫做姑娘梦，今日黄润醒大梦，从此见人恋啊心红。娘子啊，你这女子有胆量，做事也该慎啊思想。幸亏今我来听见，那别人知道你先要灭风的后遭殃。要抢啊娘，要抢！我每次也是等到他的
家。你谋婚不成恨在心，心算错误为爱世道。我下家虽算遭错哎，有朝不对你命应难逃。应该骂得好，妹子她不作非为谁难逃。娘子啊，你不与我娘私同商量，只怕你空话大子枉啊徒劳。娘娘死啊，娘娘死！怎么把这我的头当来了？我有什么好惊讶的？我是娘娘死，你枉为所作三年事，欺犯求情我不愿，你青春太相思，我嫁到你家为报仇，要成夫妻从转世。遇着一日曾雷同，我兄妹二人得了子，现在老子两只龙，二三不也两生子，三三要学两若教。你，哎呀，你这冤家娘娘死，好气，好气！我不帮他反而他，岂为人间极男子？也罢，他在父亲我有情，我为他应让着怕天子，我今晚对他表心意。了我娘子，我在这样从教从巧，岂不要吓坏了他？我还是轻轻地唤他开门。娘子开门，开门！我你敲门是哪一个？是我娘子来了。其实是我子把门敲。
请。家不上礼，何必客气？请坐，这里坐吧。不知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我是谁的到此，一到就叫你开门的。为何啊？为何？金宫娘子王法见过，夜来人静，来此则甚？这个娘子实在故意有门，一言不发就伪装往来，使我放心不下。故而来请问娘子到底有何心事啊？我哪有什么心事？快天色不早，快回房安睡去吧。娘子，我方才敲门之时，听着娘子在房中自言自语，不知讲些什么。没语讲什么？哎呀，我明明听见真什么语，娘子到底讲些什么？我是在念经。不知娘子念的是什么经？我念的是心经。这怕你念错了。真是念错了？娘子不是念错，那再念几句叫我听听。遇到是无人念经，一口无心，念过嘛也就忘记了。娘子忘记了，我倒还有句句记得，让我来念给你听吧。我不要听。你呀，非听不可。娘子，你听了啊？关门来自房外进，开大门有人引动宽得清。娘子，你听了啊？哎。见君王传奏今日无邦家，愿见皇室到底，八月15爹娘必孝顺皇上。一早那我兄长下用米，迎喜他团亲早渴望，为求他人能生源，何要一道丑下
起天子下一等，待我不信他兄，你可知斩草更不是，逃出我兄妹过西东，苦逼关门杨莽夫，恨不得随了你老金庸。娘子，这句对不对？我和你还有两生子啊，两生不要再讲下去了。这一段过年就念下一段，两月交啊，两月交。你快天色不早，我有违法恩谁去？恩在晚上，我还有几句最好听的在后面呢。两月四啊，两月四。夏永阳，夏永阳，我弟弟害你父母穿刺法让你立该报仇。我母亲做上司欺人，也可担当。我每次无所卑微，与母同门，再也不愿。我两月4日，一非之母，含非动荡，又不能代配于你。你尽管是非不分，也要上。因我来去，到后让见我母亲，替你父母伸冤报仇。真诚岂有此理！
愁深，难怪他对我冷似冰。3月来，他从未吐过肺腑言，想不到今日我也交关见他上归，我心不沉，我父亲娘子诉衷情，今日的机会难求情，三江欢笑常在心。我把起家子张着怒恼气不平，听娘子我也喜女在求几岁关在下姑娘，我明早对你多自在，你对我却像眼中钉，今日里话才如此难相信，只怕你保守自然放关情。你要命我要命，你不亲我也不亲，不算是见他自知早生气，快来快了王三弟，我何必披上下气去救他？娘要死，神你帮我真是应，这真是事半沙亏压加倍，倒叫我自己难下台。娘子她当真生了气，我还需什么去挽回？娘子，娘子，去见你母亲去呀！去过，娘子，我实在是与你开着玩笑的。事实上，我真的是必不婚，岂不为不同生少就去逼人母亲，又何必经得往来对你说讲？